好，hantu enam ko tantang mita lima, hantu lima ko mitik mi limsiway to minanamay to tatyaw na mita, mitilisay, minanamay, taira ko tatulo ko mi panhanay, 1、2、3、4，1、2、3、4，4个了，不是3个了。好，那我今天哈，那个然后你有拿到这个 PPT 哈，今天可係啦，能如果这样看的话，今天只有学员只有你一个哦，2个。好，哎，那因为哈，刚刚听你这样讲，麻烦拿一个在教，所以这个应该可以领受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那我先说一下哈，然后有一些我大部分会用中文啦，因为我们在群组里面的这个学习，我几乎都是用中文，然后示范的时候才用主语，这样主要是希望能够表达的比较快，这样。好，那我看你很习惯用主语，那也没关系，我会尽量多一点主语啊。那我好，们今天謝謝。所讲的，因为会比较有系统，那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第4期了，所以前面如果说有一些你不是很理解的话，也许我们在提供之前的那个讲义，这样也可以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哦。那有6个哈。那第一个呢，受试者焦点这个。好，那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构词哈。构词帮在韩国的构词因为也没有人发明这个构词，只能骂个什么人帮在韩国不好。那个holam hanaku瓜冰hanaku好，瓜冰hanaku好，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holam 嘛。因为那个李敬信老师有讲过哈，他说我们讲说呀 holam 本来就讲那个外省人嘛，或者是说汉人啦。可是那个 Holland 李奇老说那个应该是指荷兰人。好，所以我讲那个把那个荷兰改掉，那个 Holland 我都说寡病。寡病的话讲的就是说国语或者讲外省语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我就往下了哈。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讲这个哈，比如说像构词里面的重叠的方式哈。好，那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栏目。我比林修努念海，我比林修努米达，就是我会先讲解这个。soalnya aku ni ini tu na italaya atilir 的示范，还能够示範的，所说那么多中一概估会有练习。我比练习年，我比年比练修年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在那个讯息栏去写，用讲的，刷了函，好，2个方式。在个班纳米的教啥，就用写的也可以，好，都嘎塞就用说的都可以哈。好的，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主要讲的是妈型及物动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这个刚刚那个谁，信燕刚进来是不是？哎，不是巴鲁斯，那个谁？好，秀兰姐来了。OK，秀兰姐。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那都是这个焦点，好，受试者焦点、主事者焦点的构词方式哈。好，
第一个哈，妈型的，所以我们待会，然后我们要找的这个动词呢是努妈型的呢，马福爹、马什么马拉南这种的哈，但是我们要的是及物动词哈，所以我边说你们就边想哈，妈型的及物动词。好，那我第一个我先念一个例句出来哦。Uni awawa ko kaulahan ni Faki. Uni awawa ko kaulahan ni Faki. 这个中间这个 kaulahan 啊，就是我们要说的构词，就是我们要练的哈。所以你们待会要选的delete 所要选的词根就是这个乌拉这个地方，把它改掉，然后句子前后也可以改哈。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 kaulahan 这个构词，好，那瓜宾ini dunia sejauh dunia soal hai dunia wawa kaulahan ni Faki 的中文就是叔叔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叔叔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我们一样都是从后面翻嘛。那这个叔叔所喜欢的这个姑的后面kaulahan ni Faki， 那我们讲说那个kaulahan ni Faki 跟ni Faki 有什么差别？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哈。我想问一下那个栏目上，第一句这个 uni awawa kaulahan ni Faki， 这个 Faki， 你觉得那个前面这个属格这个ni 或 nu， 你觉得它的差别是什么？我想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学员都知道。你觉得？那个差别的话，就是是不是有自己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对，所以我们如果说后面换成伊娜，就会变成你伊娜，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呢。如果说 nu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两个以上，就是复数，或者是没有指定的。所以我们通常ni 的时候是指定，那个所谓的指定就是说马库比劳兰这样是我的亲戚，这样子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好，那你大概知道嘛 ？OK， 那翻译中文的翻译一样就是从后面 kaulahan ni Faki 叔叔所喜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红字我们可以对应一下ga ma'anan 那个红字 ga an 这个在中文的翻译可以用所这样去翻它好，那我们现在要练习的就是后面这三个就是这个主要我们从这个上面这一句来发展后面这三句所以我们待会要练习的就是三句。我慢慢说然后我们学员就可以边想一下你待会用什么句子好，所以你先找一句照我这个上面这样先找一句，然后再用这个构词的改变构词的重叠的改变去把中文翻译翻出来，这样就好了。好，首先下面第一句Uni awawa ko kaulahan ni Faki。好，所以改变的我们法律在 adilis 生者 ini nanya ulah 词根是 ulah 嘛？那这个 kaulahan 我们叫做重叠法这个刚好是在上上周前面三次后，我们刚好在讲那个重叠词这个重叠法。那绑架的重叠法有好几种。那也许待会我再回头再来说好了好，那这个 kaulahan 我先看一下中文中文翻译叫做叔叔一直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跟上面的差别。ukasasi rumah nuni tulapapatai 这叫跟面生长那个中文的话变成一直
所以你看哦，嘎阿乌拉汉尼法基是叔叔一直所喜欢的，阿努阿瓦古尼阿就变成叔叔所喜欢的哈。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如果你要表达有那个一直就是持续的那个动作，你就要加那个啊，然后这个方式哈叫做重叠词。好，那为什么会用啊哈？我们有一个重叠的方法，那么放在就是那个词根重叠的方式哈，这个叫做叫做什么？叫做首音节重叠，首音节重叠哈。那什么叫首音节重叠哈？我举一个这样子啊，比如说像等一下啊，像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八路，好，等一下，好像我这边那个讯息栏这边会写哈，比如说八路是词根哈，那所谓的重叠法就是把那个首音节重叠哈，首音节是八嘛，这个是双音节嘛哈，两个音节八路没有多少在不黑你呢母音八路，那首音节就是那个八，那重呃首音节重叠就是这个把那个八再重叠一次哈，就变成八路这样子哈，有看到哈？好，那个第二个，我那个讯息栏这边的那个第二个字母哈，要 b 啊，那个啊，不是它原本的那个啊哦，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子音重复一次，然后再加一个母音，所以如果说想一个第二个不是啊的哦，比如说好，比如说 the thing。你的 finger 个东西我碰，你的 finger 个东西一样，好，它是 T 一，对不对？如果是首音节重叠的话，就是重复那个 T，然后再加一个母音 R，这样全部都是用 R，所以变成 that the thing 这样子哈。举一个例子，像啊，全部都是 A 的哦，你看，好，我要讲的是这个了哈，the thing，好，我看一下哈，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学员。除了秀兰姐，秀兰姐不在了。好，所谓的首音节重叠哈，我这边有写一个 the thing，the thing 就碰 the thing。那首音节重叠就是把那个 t 重复一次哈，但是 t 后面重复在前面，然后再加一个母音 r 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 that the thing 这样子。好，这个叫首音节重叠哈。那像这个无赖，我们在看 PPT 哈，那个无赖它前面就母音没有子音，所以直接把那个在前面再加一个母音啊，这样就好了，所以就变成啊无赖，就变成啊无赖哦。好，所以那个我们再从这个噶乌拉汉，这个叫还罪嘛，嘎要尼拉五嘎，嘎一锅五按，这个还罪里面把这个中间的词根重叠一次哦，首音节重叠就是啊乌拉，就变成这样子哦。那整个念的话就嘎阿乌拉汉，嘎阿乌拉汉，它是一个字哦，它是构词，它是全部合在一起的。好，我再念一次哈。乌尼阿瓦瓦古嘎阿乌拉汉尼法基，中文翻译就是加上一直哦，叔叔一直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我其实说的很慢哈，其实我是希望我们的学员可以背，
我边讲你们就边背这样。背就是说这个构词之后的中文翻译这样子哦。好，这个是第一句哦。然后第二句是个杜萨，我就直接念哈。Unia wawaku ka ula ulahan no faki ka ula ulahan，所以生在 unia 这个动词这个地方哈，乌拉这个地方的构词有改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中文哦，其实有一些改变哈。你看哦，我们看一下那个中文翻译是美味叔叔哦，所以它这个第二句哈，第二句跟第一句其实它的意思是整个改变哈，因为它那个 faki 变成复数，那所以它的属格就变成 nu faki 这样子哈。不是我的 faki 哦，在过 ni faki 我 nu faki 都好，所以它的中文意思其实跟上面的是不一样。上面的是你 faki 是我的叔叔哦，叔叔一直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啊，nu faki 参过，噶乌拉乌拉汉 nu faki 就会变成美味叔叔哦，所以那个叔叔是阿里嗨。那是不是我的叔叔呢？其实也可以是啦，就是说我的可能有好几个叔叔这样哈，所以就要用属格 nu 这样。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无啦前面又有重叠一个那个哈，这个叫做我们的那个重叠法叫做部分重叠了，因为这个无啦部分重叠就是把那个无啦前面再重复一次。无啦，然后把子音去掉就好了呀。那个 h 那个 h 哦，把它去掉，就变成乌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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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乌拉乌拉，它所表示的是说，那个后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属格变多了哈，所以中文翻译就变成每一位叔叔哈所喜欢的这样子哈。噶乌拉乌拉汉努法基，我再讲一次哦。Unia wawa ku ka ula-ulahan no faki。好，所以它这个重叠的方式，部分重叠，它讲的是很多人在做的这些事，这样。哪些事呢？就是喜欢小孩的这件事，这样。好，这个是第二句哈。那第三句，啊，Unia wawa ku ka ula-ulahan no faki。好。那这个呢，跟那个第一句跟第二句合起来哦，你看呢、这个很长，这个嘎啊乌拉乌拉汉努法基，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哦，就是多了一个一直，然后呢，乌拉乌拉这个部分重叠，应该有看到我的这个滑鼠哈、乌拉乌拉汉这个乌拉乌拉这个重叠哦，指的是美味叔叔哦。那这个啊呢，就是跟原本的一样，嘎啊乌拉汉有一直的意思哦，所以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又更细腻了哈。每位叔叔一直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这样这三句好。Ini dulu ko lalin siya na mitahao. Ta matini mikirim kita to 词根，巴黎正大跟你中间这个哈，要乌拉神来我们把它改掉。那你可以只改词根也可以。那如果说不合那个句子，你前后都可以改哈。那我们就来练习。好的，我看一下学员哈。好，给他去秀兰姐，然后栏目，秀兰姐那个栏目是新同学哈，然后他是五嘛台湾籍啦，台湾的麻烦拿他叫的那帮在，Satu sai kami. 还ada kami cinta ya ini rumah， Sao? 哎，哦，kamu tak tahu sao。哎，那个栏目我们就开始练习哦，先想一下，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哈。那我现在讲到这边哈，然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就说不明白这样子。呀呀，先是ya maharap to kako amititis to ya tumatira ay 句子，还要乌大利这样那么过后，那个马kako amititis to ya乌大利这样那么过后诶，那么古卡萨奇鲁马诺那个写那个啊，那么这个表达方法跟那个马拉利斯，还有那个哈利，还有那个嘎拉的那个区别在哪里？就是说，在母语者那个听起来是说那个，比方说那个我会说那个哈利乌拉古拉法基杜尼尼阿娃娃，那么或者是说那个马拉利斯阿马乌拉。古法基多尼安啊，哇哇，然后就是说，在母语者听起来的这个区别，或者说他们的意思本来就有差了，这样子。我那个就是好奇的那个地方在这里，谢谢。好，其实你问的问题，就我这样说哈，像我们阿美语啊，伊拉个咪啊，我先讲这种咪动词，还有妈动词在哪里？那个咪跟妈的差别你分得出来吗？比如说，那个咪就是主动，然后妈是那个被动。对，你觉得是这样吗？可是我说的是妈动词，不是妈被动啊，所以它其实有意义了。那你刚问的其实是那个词缀的问题，因为妈、嘎、逼这种的哈，它都有它的意思。那这个没有办法去用理解的，没有办法用理解，要用像你们的话用背的。我也是我有一些也是要背，就是因为有时候很少用。那有时候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话，比如说乌尼亚瓦瓦古嘎乌拉乌拉汉努法基，我其实听不懂，可是我是我所谓的听不懂是这个嘎乌拉乌拉汉这个，那我为什么可以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用那个词根判断，因为他有讲到乌拉。其实，在我们的就是那个以这个阿美语为母语的人哈，我们其实都是听词根，词根什么？本来就是那个这个什么？哎，你们平常都怎么讲？字根啊，对不对？你们都讲字根吗？还是词根？我不知道，反正都一样，字根跟词根，我是习惯讲词根哦。那可是我们就会不理解，其实很多那个会讲族语的哦，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哦，也不知道那个前缀后缀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会不知道，可是讲一整句我们就知道意思，是因为有词根在那个乌拉，所以我们知道的意思也就是大概。那我们现在上这一堂课的目的，是希望把那个前缀后缀把它理解清楚，这样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尤其是做中文翻译，就会很清楚。就像这3句，你看哦，其实这4句啊，你说给老人家听哦，他可能只有一种翻译而已。他只会跟你讲说，哦，那个叔叔喜欢小孩。然后你问他说，那第2句呢？怎么翻？他也会说，啊，那个叔叔喜欢小孩。他只会有一种翻译而已。那我们学习这个的目的就是这个，它4个翻译都完全不一样，不是完全不一样，会有小差别，是那个差别就是那个前缀后缀的问题。对，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需要讲国语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怎么讲？我的国语当然会比族语好了，那我的国语会表达的很清楚，比我用母语讲的会更清楚。对，所以我刚刚有先跟你讲说，我在教课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多是讲国语这样子，会让你比较理解为什么这样子。好，那有一谢谢。些像你刚问的吼，那个没有办法要用背的，就是说嘎啊乌拉汉，那个啊是什么意思哦？就一直哦，你就背着啊，只要有那个首音节重叠啊的时候，就是一直的意思。然后那个嘎乌拉汉字哦，每位是指那个后面每一个属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哈、哦，就是就是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哦。那如果是这个重叠呢，就是这样翻，就这样子。对，好，那其实我们这一班呢，我们从一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讲这些，都是在讲那个主语的前后缀构词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意思，中文要怎么翻，我们都是在讲这个。好，好，那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所以好，那我请苏显老师来念你的那个好了，苏显来念你的那个例句啊。哦，好，对，那个乌尼阿瓦祖古嘎乌西安尼嘎造，嘎造所讨厌的是这只狗。乌尼阿瓦祖古嘎阿乌西安尼嘎造，嘎造一直讨厌的是这只狗。乌尼阿瓦祖古嘎乌西安努维桑阿古，我的每个朋友所讨厌的都是这只狗。乌尼阿瓦祖古嘎阿乌西安努维桑阿古。我的每个朋友一直所讨厌的是这只狗。好，谢谢苏贤。好，那个然后我们的练习方法是这样啊。那如果说那么多卡米迪丽那里用直接讲的也可以。好，反正我那个 PPT 有在这边，然后你可以用对照的方式换词根，然后甚至那个前后都可以换这样子哦。那你已经 PO 了嘛？那我想请蓝木嫂，你念你的例句，然后顺便中文，就是你的中文翻译翻出来这样子。好，要三个字在。Yang unia titik ku mangangitiran nu bushi，就是猫一直闲着的是那个这块肉。然后要萨卡杜萨unia titik ku mangitiran nu bushi，那个每只猫所嫌的就是这块肉，可是这个中文好像那个感觉下个快。好，要saka dulu unia titiku mangangiti-ngitiran nu bushi，就是那个每只猫一直所闲着的就是这块肉。好，我先谢谢那个蓝木草。那我们先来看你的那个例句哈。你看哦，我们先确定一下，因为我这边 PPT 我写的很清楚嘛，妈型的及物动词哈。像你看，那我用无赖是妈型嘛？那因为它可以有一个对象，就是我喜欢谁，喜欢狗，喜欢任何人事物哈，所以它是有一个对象的哈，所以我们叫做及物动词。那你的词根是 nidif， 对不对？nidif 是我们讲说雕东西，还是说你学的那个主语是哪一个？海岸还是修固兰？那个都有，那个。那我们海岸的话，你 diff 是雕东西啦，就是那个闲着，就是国语的话应该是雕东西哦。那这个你 diff 它是咪型的，
哦，它是咪型的，所以我们要所以它不能用吗？所以如果我说我了哈，明一滴，我用动词句型哈，明一滴到过多滴滴，就我雕肉，我要雕肉的意思，就是明一滴呢用，所以它是咪型的。所以如咪果型的，那其实我们后面会有那个被动，那你这边哈，明一滴是被雕被动，所以你这个叫做咪型的被动。所以叫咪型的被动，mang一滴就是被雕，明一滴就去雕东西，所以mang一滴是被雕，被雕这样子。这个东西，这个肉被我雕，所以如果我用我刚刚的例句哈，我刚的主动句型是明一滴大过多滴滴，好，那我要雕这个肉，好，那如果反过来讲呢？这个肉被我雕，就会说 mangi di saku kuni titi， 或者说 kura titi mangi di saku 被我雕这样子，就会变成这样子，这样你可以理解哈。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你可能看看你要不要，没有关系哈，你再想一下。所以你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再用妈型，对，用妈型的。那妈型的话，其实那个 PPT 啊。后面这边有提供给你，所以你就好，你自己有下载吗？那个我们群组里面有 PO 那个有今天的 PP， 对，你再自己找。那这边只提供一些啦，其实妈型的还蛮多的哦。所以你看，谢谢。对，我们这样说哈，那个怎么去分那个什么咪跟妈哈？只要是咪动词的，一般都是人，就是它构词之后咪妈安呢，一般都是人的主动的这种行为哦。像 mistake 是动词哈，然后加一个咪就是变成主动动词，就是可以运用在句子当中。如果是名词呢，像鱼好了 mi fu ding 就是去捕鱼，对不对？那我如果说马夫丁啊，布拉夫丁，那个鱼被我钓，就会变成被我捕，就有一个被这样。所以那个咪变妈的时候，中文翻译会有一个被怎么样，被怎么样这样。那妈型一般妈型哦，如果是讲人的话，一般都讲他的那个状态，比如说马斯莫了，有没有？马斯莫他不是被忧伤哦，不是，他是形容这个人的状态。马里巴哈有没有很快乐？他不是说我被快乐，没有呢。他是妈的，所以他是马里巴是讲人的这种状态，所以一般讲人的状态或者是自然景，就是自然界的东西哈，形容那个状态。比如说像马乌拉有没有？有。乌拉它是下雨嘛哈，但是我们不会翻它说被下雨，不是啊，所以它叫妈型的，它是妈型的那个词根。马乌拉马吉达了马 for is 这样有没有？是这样，所以那个咪跟妈还是要分哈，所以那个会让我们搞混了，以为那个妈有时候有一些妈它不是妈型的，它是被动的。像你这边的话就是被动的 money dish 这样子哈。好，大概是这样哈。所以你这边的后面我就不解说，因为你是用错词根嘛。哎，信燕也有 po 嘞，信燕你要不要提供一下来念一下你的例句给我们听，可以吗？信燕？可以啊，可以啊。好。Unia amaku kailulan no su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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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信燕哦。其实信燕不是我们的学员哦。那
这是可以旁听了，但是因为今天刚好正式学员都好几位没来哦，所以我们就加入一起那个。好，谢谢信燕哦。那信燕的就蛮标准的。像我们来看这个 PPT 哦，你看那个1、2、3第3个点这个哦，第3句这个叫部分重叠嘛。如果是完全重叠，当然就是乌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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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哈。可是部分重叠就是那个你先把它2个重叠一次，然后把前面的那个子音去掉，这个 H 去掉，就变成乌拉乌拉，这个叫部分重叠哦。那好像那个然后你看一下那个信燕的句子哈，你看哦，像第2句，它的第2句 ，Uni ama ko kairulan nusuna 哈，它的词根是那个 irul 哦 irul，所以它的第1个字母是母音哦。那首音节重叠，因为它没有子音，所以直接就在前面加一个 r 母音，这样子 irulan 这样子 kairulan，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像秀兰姐要不要换你了？秀兰姐我的跟新燕的一样呢，是遗落了。好，那你的那个没关系啊，那你的那个前后都一样吗？不一样，对啊，都一样。一模一样啊，这么有默契。哎，好，那这个型的哈，及物动词，那我们就我看还有谁？如果那个我们有其他的学员也想要加入的话哦，今天可以哈，今天可以加入，因为正式学员有请假。那如果说下一次正式学员都到的话，就不行加入了哦，太多了。好，那我们就往下哈。好，现在呢又换了一个构词哈。我们刚刚是嘎前缀嘎后缀按，那我们叫做环缀哈。如果前后缀都有的话，我们都叫做环缀，环绕的环哈。那这个环缀的话是嘎跟按哈。那现在我们换一个，就是妈嘎，然后后缀是爱，妈嘎爱哈。好，那个栏目，像如果我们刚刚使用咪型的动词变被动的时候，直接把咪变妈，对不对？比如说米夫丁、马夫丁、米纳努、马纳努，一个是喝，一个是被喝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妈型的呢？比如说马夫丁，这个马夫丁好像不好讲，不太没关系啊，我们比较习惯讲。你看了马夫丁是睡觉嘛，对不对？那如果被睡呢？变成被动，它本来就是妈的哦。如果是咪的变被动，直接咪变妈嘛。那如果是妈型的呢？我看不要用睡好了，用那个马拉南是老师是要有受词的字根。对哦。好，你数学你再说一次，你说什么？有受词的。我有贴在讯息栏那个字根表。哦 ，OK， 好。其实我是先跟那个栏目先沟通一下。你看到妈型的话，比如说，我讲那个，我们看那个讯息栏的，比如说那个forget好了，forget 不会嘛哈。如果变被动呢？
不要是，如果用那个好了，第6个好了，Fikir. 第5个好了，笑，马达瓦有没有？我们在笑的时候，马达瓦个哭，我在笑，好，马达瓦个哭。如果我被笑呢？ Ya. 我们会怎么说？ Ya matawa no tao kako. 马达瓦努达个哭。其实我 Matama. 们这个是我们常常在部落讲的哦，其实这个也是对。可是如果说要真正去让它变成被动的话，是用妈嘎，就是把那个妈变被动的时候，马嘎达瓦就变成这样子。不好意思，马嘎达瓦努达乌嘎会变成这样， Makatawa. 应该要变成这样子。我被人家笑，马嘎达瓦努达乌嘎这样的哦。哎，那可是我们在部落都是讲马达瓦努达乌嘎其实我们都已经没有那么在意那个，就是变成口语化了。那其实这个马达瓦哈，它其实也是有一个会有争议啦。我提这个想一想也会有争议，因为它跟咪跟妈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咪达瓦都，我看部落的长辈也会用咪达瓦都达这样在取笑别人那种感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我被人家笑的时候，阿妈达瓦弄达瓦嘎咕。所以如果是妈型的哈，只要是妈型的，如果要变被动的话，就是用妈嘎了，妈嘎就会变被动，就这个。好，那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句哈。乌尼阿瓦瓦或马嘎乌拉海尼法基一样也是用乌拉哈，只是变被动。所以那个翻译你看哦，马嘎乌拉海被马嘎乌拉海尼法基是被叔叔喜欢的。其实也可以加一个人哦，我们把那个人省略了，就是在中文翻译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省略。那马嘎乌拉海就是说被喜欢的人。这样子哈，那被叔叔喜欢的人是这位小孩乌尼亚娃娃哦，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乌尼亚娃娃古搞乌拉汉尼发给叔叔所喜欢的，那一个是被叔叔喜欢的，那个乌拉海尼发给搞乌拉汉哦，所以它的构词会不一样哦。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用背的，或者是常常讲就会习惯了。所以那个然后很不好意思，这个要用背的，几乎都是要用背的。我们小时候也是，我们会讲是因为讲习惯了，讲习惯就记起来。可是有时候会讲错，可是讲错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在意，长辈也不在意，因为听得懂就好了。因为那个语言的功能本来就是说，只要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就好了，这个是语言的功能嘛。可是因为我们要教，像现在很多小孩子不懂族语，他的母语是国语啊，他本身是绑架，他的母语是国语，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去教他。那像兰沃斯你也是啊，因为你不是生长在那个全母语的那个环境，或者说从小在部落长大，所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哈。好，那我们一样从这个句子去做发展，也就是说改变它的构词。那它的这个方法跟刚刚的一样哈。那我就直接念哈。你阿瓦瓦过马嘎阿乌拉海尼法基啊，所以除了构词变了之外，那这个中间的那个重叠法都跟刚刚的一样哈。重叠法跟刚刚的一样。好，乌尼阿瓦瓦过马嘎乌拉海努法基，马嘎乌拉海努法基啊，很长哦。那被每位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乌尼阿瓦瓦过马嘎阿乌拉海努法基，一直被每位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大概是这样子哦。
那我看一下哈，有一个叫纳苏主拜提供一个马格达瓦，这个是那个纳苏，你要说的是什么？马格达瓦是被笑嘛，对不对？对，啊，对，被动。好，那我们现在就练习这个哦，你用刚刚的句子也可以，那换新的也都可以哦。那词根在这里。妈型的及物动词的词根，其实书写已经破上去了哦，在讯息栏。好，秀兰姐，你要不要先你？好，我先了哈。哎，你用念的哈，你用直接读的。还有我刚念，哪里去了？Uni ada mak 有听到吗？有。好，Uni ada maku makatawalai ni wama 被爸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Uni 哎， ada maku makatawalai ni wama 一直被爸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Uni ada maku makatawalai ni nuwama 被每位爸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Uni ada maku makatawalai nuwama 一直被每位爸爸忘记的是这件事情。以上。好，谢谢秀兰姐。我先把那个秀兰姐刚刚的那个句子哦，因为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动词的词根嘛，她用打忘了，忘记哦，所以那个我先写一下哦，好，我现在写一个刚刚那个，因为我们有四句嘛，四句，那我把那个刚刚秀兰姐的词根哈，她所使用的是达瓦了。我们讲说马达瓦了就是忘记哈，并不是马达瓦，它虽然是妈，因为它是妈型的，它并不是被动的哦，所以它是主动的，它是那个像周清义老师说叫静态动词哈，静态动词，所以马达瓦了。然后第二个构词哈，就是那个我现在那个词缀我就不写哈，我先写那个重叠词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呢，第二个讯息栏这边我写的第二个达瓦了，这个叫首音节重叠哦，因为第一个音节叫哒，对不对？哒，然后第二个就是哇了，所以那个哒的第一个子音就重复在前面哦，子音而已哦。然后那个啊是虽然词根也叫哒啦，那我们的原则是说把那个子音重复，然后再加一个母音啊，这样子哈，叫达哇了，这个是首音节重叠。然后第三个达哇了，很简单，就是这个叫部分重叠，就是把两个达瓦了叠在一起，然后第一个达瓦了的子音后面那个 L 去掉，就变成达瓦了。然后在第四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构词的第三句，一样就是把那个就是首音节重叠跟部分重叠全部合在一起哦，就变成达瓦了，就变成这样子哦。啊，这个是构词法，然后你再把那个环缀那个词缀加上去就好了，就会构成那个我们这边所写的这个意思的啊，一直被怎么样的，一直被怎么样的，被美味，如果是指人的话就是美味，指狗的话就是美姿，好，是这样子啊。好，
那我不知道那个栏目，你可以理解哈？到目前为止可以。可以哈。好，那我看一下，因为你的例句还没有 po，那你要直接用念的吗？栏目我直接我用念的。好 ，OK。Unia wai ku maka keterai ni faki. Unia wai ku maka keterai ni faki。就是一直被叔叔责备，一直被叔叔觉得生气的，就是这种行为。好，unia wai ku maka keterai nu faki。就是被每个叔叔所那个生气的，就是这种行为。好，然后好，第4个。Unia wai ku maka keterai nu faki。一直被每位叔叔所生气的，就是这种行为。好，我先谢谢那个栏目草。然后栏目你的那个词根是不是这个 geder， 对吗？对。geder， 那 geder 我们的主语是说骂哈，那个时候要好听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责备这样，对不对？哦，好。责备会比较好，你像这边会比较好翻。哦，好。其实用骂也可以了哈，因为它就是也可以了，用骂也可以了哈，因为它是被动的话，被骂很简单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构词哈 g d e 的话，你看哦，我现在讲的是讯息人哈，你看你的词根是 g d e 首音节重叠，你看了第二个首音节重叠，你的第一个字母是 K 嘛哈，然后你再重复一次，然后再加上母音 R，所以变成 g a g d e 对，乌尼啊，你刚刚的例句是乌尼啊们娃娃，wai。啊乌尼啊歪歪，乌尼啊歪歪个马嘎嘎，再加一个嘎哈，马嘎嘎嘎德莱尼法基，会变成这样子。马嘎嘎嘎德莱尼法基这样子哈。好，那第3个你看哦，信燕，看一下。OK， 我刚不好意思，星爷，我刚跳到你，我以为那个是前面的。好，那个你看那个第3个哈，那个部分重叠哈，你看哦，我只是把那个 R 去掉而已，咯噔咯噔了，哦，就重复一次咯噔咯噔了这样，这个叫部分重叠哈。然后上面那个叫做首音节重叠这样。好，所以首音节重叠再加上部分重叠，就第3句嘛哈。嘎咯噔咯噔了，好，嘎咯噔咯噔，嘎咯噔咯噔了，然后再加上那个还罪那个妈嘎，然后后缀爱哈，妈嘎咯噔咯，妈嘎嘎咯噔咯噔来，就变成这样子哦。妈嘎嘎咯噔咯噔来，努法基这样。punya wai ko maka kakatarai no faki 这样，一直被每位叔叔责备的、骂的是这样的行为啊，是这个行为。好的，大概是这样哈。那我想还是请信燕来发表一下你的例句，让我们学习一下，可以吗？信燕。哦，好。Unia palilin no kapah ku maka imahay no painayan. Unia palilin no kapah ku maka aimahay no painayan. Unia palilin no kapah
ku maka-ima-imahay no painayan. Unia palilino kapah ku maka-ima-imahay no painayan. 好，谢谢训练哈。那我这边先说哈，有一些句子哈，因为我们是用这种，就从一句去做发展，就是一直把它更细腻、更丰富化这个句子哈。有一些像比如说，其实我想第二就是我 PPT 这边的第二句跟第四句哦，我们可能几乎这辈子几乎很少讲到，因为我们可能像第二句啊，我们可能就直接用那个第一句去表达了。你要娃娃过马嘎乌拉海尼法给，我们可能就直接这样讲哦。那我们也不会去很特意的去说哦，一直被叔叔喜欢的，除非有某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就是说在某一种处境之下，我必须要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才会用到第二句或第四句啦。我先跟各位说哦。那第三句有可能会被讲到，因为当我要表达说啊，这个小孩是每一位叔叔都很喜欢的，我可能就会讲第三句。因为我过那个乌拉海诺法给，我可能会这样讲哦。那所以第二句跟第三句可能要某一种处境状况的时候，被逼的我们要去讲它，才会使用到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诶，包含我哦，包含我自己，我会刚开始看，诶，这个怎么以前都没有这样讲过，到底对还是不对哦？但事实上是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些都是经过跟耆老去讨论的，还有一些主语老师哈所得到的一些结论，所以它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自己很少用这样而已。好，那所以我自己也要去背它啦。我平常说话只会用到我记得起来的哦，像这些有一些我根本背不起来，所以还是要花时间去记它，尤其是要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因为时间刚好59分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待会第二节的时候哈，8点10分哈，8点10分我们再继续来上后面的那个课程进度哈。哎，반환합니다好，台了以10分不比반환합니다
还是马老师个时间好，伊拉都记得，伊拉么等于讲你下个。好，我们现在时间11分了哈，我们都到了吗？伊拉都记得，给我一个，如果有的话回应一下我。はい。1、2学校。好，还是，那我们就继续了哈，只要有人就好，我们就继续。好，那我就进度，我进度就往下了哈。好，这个一样啊，这个也是会使用到这个妈型的及物动词啦。那我的词根都没有变哦，所以待会如果我们要练习的话，各位你也可以使用你刚刚所使用的这个词根哦，这样的话比较不会不会花不会花太多时间在那个想句子啦。那因为我目的那么大，就是主要要学会那个不同的构词，然后是怎么样去翻中文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说能够主语的这个构词跟中文能够彼此对应到。好，那这边我就直接来讲这个例句哈。那这一句的话，好有3个哈。好，这个的构词哦，它只有加一个后缀 n。那通常我们在主语里面有那个 n 的时候哦，它会常常使用在那个强调句哦，使用在强调句，只要有那种强调的，都会有那个 n。比如说阿拉 n 有没有？当我说阿拉 n，就是它其实是那个祈使句那种强调的那种语气哈，去拿它这样阿拉 n。好，那这边呢是它一样有被动的这种，就是被动的强调这种感觉哈。好，来念这个句子哈。Uni awawa go aulahani fagi。好，我们一样哈，一样3个这个重叠法，一个是首音节重叠哈，那第2个呢就是部分重叠，那第3个呢就是首音节跟部分重叠的合起来哈。好，我再念一次啊，Uni awawa go aulahani fagi。好，那这个啊一样哈，就是有那个一直有没有？所以这个叫乌拉，这个叫首音节重叠哦。然后后面再一个后缀乌拉恨，就是要被叔叔哦，它有那个被动被强调的哦。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强调，就是说，其实我可以说一直被叔叔喜欢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它是强调句嘛，所以就加中文的话就加上一个要哦，就一直要被叔叔哦，多加一个要哦。那就是应该是可以感觉得到说有那个强调的感觉了哈。好，所以中文翻译就是一直要被叔叔喜欢的哦。那个 n 就是要被怎么样的哦，有些 n 要被讨厌的哦，什么什么 n 哈要被怎么样的哦，有那种感觉啊。好，大家读下。Uni awawago ulahan 好一样哦，nufagi 好一样哦，你看从 nifagi 变成 nufagi 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重叠不一样哈，乌拉它是部分重叠哈，那乌拉会把后面的那个主词变那个就是变多哦，所以它其实这一句的意思跟上面那一句哈是不一样的哈，是意义上有点不一样哦。要被每位叔叔
每一位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好，那第三句哈，Uni awawaku ula hannu faki ula hannu faki 啊，一样就是一直要被每位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所以它其实可以跟前面去做对照了。好，那我们这一页的重点是这个后缀 n 哦 ，n 就是有那个强调，被动强调哦，要被怎么样的这种意思哦，要被怎么样的。好的，这个比较简单一点。怎么挂哦？姐要来的，是秀兰姐，秀兰老师。也是瓜咬。哎，秀兰姐在吗？那我们请那个好了，兰姆斯你可以吗？用念的，直接用你刚刚的那个例句也可以。好，ya unia ya 你刚是用 unia unia waiwan有没有？ ku tak keteran ni faki unia waiwai ku keteran nu faki unia waiwai ku ka keteran nu faki 来，其实啊，好忘记讲中文了。没关系，好，好，谢谢那个兰木嫂。那好，谢谢。一样哈。我们其实像那个栏目的那个词根，我刚刚有 po 哈，就在讯息栏，它的词根是个的。那一样，它的那个我们那个构词重叠法一样哈，个的，个的，然后个的，个的，这样子哈。好，那只是说后缀它的词缀不一样而已。那我们这边后缀是 n。那记得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只要有那个 n 的时候，就是要被怎么样的，要被怎么样的，这样。好的，谢谢兰牧师。那今晚都是个都是，秀恩姐，换我啦。好好的。Uni akakaku ilu ren你那，一直要被妈妈想念的是这位姐姐。Uni akakaku ilu ren no ina，要被每位妈妈想念的是这位姐姐。Uni akakaku ilu ren no ina，一直要被每位妈妈想念的是这位姐姐。好的，谢谢秀兰姐，你录了好，好，我还是写一下好了，我怕有那个旁听的学员会。你的词根是一路了，然后那个首音节重叠的话就是啊，然后一路一路认，好啊，一路认，是这样嘛，对不对？是不是？一路了啊，一路了，然后一路了啊，一路了啊，一路了。我们其实也很少这样讲。其实像我啊，我最多会讲到那个啊一路了啊一路认。我最常讲就是那个啊一路认，顶多是这个，就是要被想念的，一直要被想念的。所以那个一路我自己很少讲，对。但是有听过那个齐老会这样讲，其实会这样讲的哈。我其实跟各位讲，尤其像那个栏目，其实像这三句啊，
会有讲到，其实我3句都有听过，不过呢，听的场合几乎都是那种那个Mickey Mouse 大赛那个时候才会讲，他们才会讲到这样。平常的对话几乎不会讲，他只会讲第1句而已。所以，那为什么 Mickey Mouse 大赛才会讲到呢？我在想说，他可能想要表达的很精准，所以才会讲到这种比较复杂的构词，应该是这种原因哈。所以一般来说，那个 Mickey Mouse 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多那个构词法，或者是说那个词缀这样会加上去。所以其实我从以前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平常都可以跟长辈对话哦，用主语全主语。可是到他们 Mickey Mouse 的时候，就会听不太懂。那听不太懂的时候，就听词根。就像这个的话，这样如果说像乌尼阿娃娃过啊乌拉乌拉很努法可以说，我就听他的那个乌拉那个词根，那知道有讲到喜欢，但是不知道那个细节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喜欢。哦，原来是一直要被每一位叔叔喜欢哦，就是长大了哈，就是说长到比较大，知道了这个文法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细节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一般来说我都会以为是这样子而已哈，一直被叔叔喜欢的是这位以为是这样翻译而已，事实上很多细节了，是吧？那心燕不知道还在不在哈？哎，心燕你要练习吗？你要不要发表一下？心燕，我想问一下，你的主语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好，心燕不在。好，那我们就往下哈，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好，现在换一个单元了哈。刚刚是受试者嘛，受试者焦点，那现在换主事者焦点哈。一样我们会使用的这个词根呢，也是妈型动词哈，使用妈型动词。那我这边呢，一样还是使用这个无赖，所以各位你还是可以用刚刚的，没有关系，没有在意说你一定要用很漂亮的句子，没有了。我们主要是要练习那个构词。好，我再回头讲一下啊。你看复杂句型，我们只是要弄这个。你看我每个单元哈，各种构词的方式，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是构词，然后这是利用这3种哦，还有就是有那个en 的，对不对？重叠词的，有嘎 n， 还有妈嘎 i， 还有一个是后缀 n 的哈，就各种构词的方式，所以我们要练的是这个，所以不用很在意说你用很漂亮的句子，越简单越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把那个记起来哦。好，一样有3句，我来念一下第1句哈，那个我们从这一句主要的句子来做发展。乌拉嘎巴过马乌拉海吉巴那样，好，乌拉嘎巴就是那位青年嘛哈，过马乌拉海吉巴那样，所以这边的构词是马乌拉海。好，这个不是被动哦哈，因为它是妈型的，所以不是被动，所以它是乌拉是一种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哈，马乌拉喜欢马乌拉海。那这边呢就是怎么样的人哈，这个如果是马乌拉海就是喜欢点点点的人哈，喜欢点点点，那个点点点就是后面这个受格这个。好，我再念一次啊。乌拉嘎巴果马乌拉海吉巴那样，喜欢巴奈的人有没有？喜欢巴奈的人是那位青年。好，那这个记得哈，后面这个人名啊，巴奈，因为它是受格嘛，所以要用成受词哈，改成受格就对了。
加上前缀基，后面加案嘛，去把那样。那通常有时候啦，像我们这边，我们直接就翻成把奈而已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翻成把奈那边，好，会变成一个地点，所以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地点。那这边呢，因为我们就看我们就看那个前后文哦，来去做翻译上的斟酌，这样子哦。那如果我说喜欢拔奈那边的人是那位青年，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哦，好像这一句也是可以成立。所以，但是就是说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吉巴那样可以当做那个人的一个受个，其实也可以讲那个地方哈，把他们那边也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这个变化一下它的构词哦，就一样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哈。Urakapahko ma'a ulahay ti panayan ma'a ulahay ti panayan，所以那个啊是一直的意思哈，一直喜欢巴奈的人是那位青年这样的。好，第二句，Urakapahko ma'ula ulahay ti panayan ma'ula ulahay，喜欢巴奈的人是因为那个什么部分重叠了嘛哈。所以是青年是很多了哦，所以后面加一个们。喜欢把奈的人是那一些青年，或者是每位青年也可以哈。我们看这边，这也可以翻成每位哈。所以青年们或者说每位青年，那因为这边有一个乌拉啦，那乌拉嘎巴是那些青年，如果加一个每位。可能中文翻译会很难听哦。喜欢拔奈的人是那一些美味青年啊，这样就很怪哈，所以直接加个们就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自己斟酌怎么样会稍微顺一点，然后又不偏离那个整个主语的那个意义，这样就好了。所以这边用们哦，乌拉嘎巴过马乌拉海吉巴那样。啊，马乌拉嗨，就是一直喜欢巴奈的人们，哦的人，因为你看因为我只说马乌拉嗨哈，一直喜欢的人们，好，那整句呢，一直喜欢巴奈的人是那些青年们，所以这个重叠词一样都一样哦，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重叠法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练习，还是请秀兰姐来练习一下吧。好4句了，4句， ，4句。就是你的主要句子先念出来。好，Urakain ko mausiay ji kalangan，嫌弃嘎浪的人是那位小姐。Urakain ko mausiay ji kalangan，一直嫌弃嘎浪的人是那位小姐。Urakain ko mausiay ji kalangan，嫌弃嘎浪的人是那些小姐们。Urakain ko mausiay ji kalangan，一直嫌弃嘎浪的人是那些小姐们。好，谢谢秀兰姐哈。所以秀兰姐的那个词根我先写一下好吗？无锡，无锡有没有喉舌音啊？有，对不对？没有。前面无锡重音有一个，好，然后重音，然后第二个是无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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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无锡，刚好你这个是就那个嘞，
没有啊，有啊有啊，就第4句不是吗？哎嘿，第4句，对啊，啊，对啊，然后无无锡，哎，我先写好，好，这样子哈。你的这个是无锡，诶，我想一下有没有那个有喉塞音吗？无锡无锡前面有一个有喉塞音，有对不对？那无锡有，那刚好那个秀兰姐，你的这个词根呢，因为那个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母音，所以在那个部分重叠的时候，它就不用消去了，所以它其实就整个重叠。第三个无锡，所以它等于就是完全重叠了。完全重叠，对。哎，好，谢谢秀兰姐提供的例句。那我们现在请栏目来老师，那个喉塞音要不要重叠啊？子音的部分要啊，我细啊，因为它是前面的嘛。那个我们要消那个啊无锡的啊前面哦，要我少写了，对不对？第二个，好，对不起，这样子了，好，我刚忽略了哈。那个在我们的主语里面那个喉塞音啊，那个一撇，不管是一撇，或者是说那个嘎啦眉毛，这个秀兰姐那个一点叫做什么去啊？上次那个重音啊，重音也是歌。绑在他怎么说？要一点。一点。曼哈尼巴鲁斯。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好，那个我们说那个喉塞音啊，那个一点那个哒啦，在我们的主语里面，它也是归类到子音，所以子音的话应该要重复到前面，然后再加母音啊，这样，所以变成那个刚刚那个苏贤提醒我的那个一样还要重复，所以变成啊无锡这样子。像那个蓝光，你可以明白哦。我 PO 的这个，好，你应该知道嘛，那个我们的那个喉塞音，它也算在子音，这个应该知道嘛，有 OK， 知道。其实都是。Ya ura faki ko makaterai tura wai wai，就是骂这个事情的是那个faki ya ura faki ko makaterai tura wai wai，一直骂这个事情的是那个faki。Ura faki ku makaterai tura wai wai，那个骂这个事情的是那一些法纪们。好，ura faki ku makaterai tura wai wai，一直在骂那一些事情的人是那一些法纪们。好 ，OK。如果像因为如果说你要延续你刚刚的例句因为你刚刚的例句是这样子看一下，你刚刚的例句是uni wai wai ko kakteran ni faki， 对不对？你原本是这样嘛？这一句uni wai wai ko kakteran ni faki。好，那如果说在这边呢，ura wai wai， 你刚怎么讲的？Ya ura faki ku makaterai tura wai wai。ura faki ko makaterai tura wai wai。我想一下哈，
责备，你会变成责备这件杜拉歪歪也可以啦。可是我们会不会很怪？责备这样行为的人，这个行为的人，杜拉那样啊，责备那样行为的人是那位法纪，这样也可以，对不对？对， Ura faki ko magdalai Dora YY，你刚刚是这样说对不对还？Dora，其实 Dora 就是 Dora 这个我们叫做受格嘛，受词哦，Dora YY 都，因为它有一个都嘛，Dora，所以责备那样行为的人哦，那样行为 Dora YY 嘛哈，Dora YY 我们可以翻成那样的行为，或是那种行为也可以。责备那种行为的人是那一位法纪，哦，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后面就都一样了，只是说有 R 的时候就加一直这样子哈。那如果说马格德赖就变成这些可能有，如果说我们讲说，你看哦，格德赖杜拉 YY 哈，那可能是说这种被责骂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有很多个，可能有喝酒醉的，有不听话的，有懒惰的，可能是指这样子哈，每各样的不好的行为都被这个法给骂这样子。所以你刚刚是怎么翻的？这一句第一二三第三句，你本来是怎么翻？你有翻吗？我刚刚本来我刚刚是翻，就是你刚刚好像是说骂这一些，那些法给是不是？就是骂那一些行为的人，是那一些法纪们，这样子对吗？这样会嗯对不对？因嗯，为慢慢的，我刚才有一点怪哦，你看哦，其嗯，实想一下，好，对，骂这样，我更正一下我刚刚的说法，好，在这里的话哈，在这里的话，你刚刚的翻译是对的，就是骂这样行为的人是那些法纪们，这样是对的啦。我刚想到前面去了哦，我刚想到前面去嗯，了。那这边的话，你刚刚这样的翻译是对的。好，那后面的话就大概都一样的方式哈，只是不同的构词重叠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翻它。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事后如果有机会自己在做练习，再自己再习惯就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往下哈，信业应该不在了哈。好，我们就往下。刚刚我没有讲到哦，我们的练习其实3种型都可以了。好，我应该先看的。好，现在哈，我们待会的练习，我先说一下，我们待会的练习呢，mi 型、ma 型、中缀的 om 都可以用哈，就不规定了。好，那我们现在换一个单元哈，是动作焦点，刚刚是主事者焦点哦，一开始是受试者焦点，对不对？一开始是受试者焦点，然后主事者焦点，现在换动作焦点哈。那我这里呢使用的是 mi 型的动词，那我们待会呢我们就不限定哈，你可以用 mi、ma、都可以哈。好，首先第一句啊，我来念一下。Tasamaan ko piliput ni kakato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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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好，tasamaan ko piliput ni kakato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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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好，那个这边的那个受格受词是哇哇哇哇哈，这个其实也是重叠词啊，就是很多小孩，所有的小孩就是小孩们的意思哈。好，那
前面这个达萨玛阿奈，哦，我们也是翻成就是说很重要的，或者说很伟大的哦。好，那达萨玛阿奈，你看它后面那个孤哦，这个达萨玛阿奈这个是很伟大的，不知道是什么，很伟大的行为，很伟大的事，很伟大的人，或者是反正不管它指什么，那我们如何确定它指的是什么？就是看那个孤的后面。我们安古拉比比我们古卡斯莫尔努尼亚迪里东尼，就是我们古拉伊米努尼亚达萨玛阿奈，怎么去决定它？哦，就是看孤后面的。哦，孤后面，然后我们来看孤后面哦。比利波尼嘎嘎多哇哇哇哇，就是哥哥。我先把那个 B 哈，因为这个是咪型嘛，我先把孤后面的我们来看哦，你看哦，我把那个 B 变成咪，因为它是咪型的，所以我们会说米利波就是照顾嘛，或是抚养。然后如果说我先把那个达达玛那孤那个先盖掉哈，我们从这个我们先用那个咪型动词哦，米利波古嘎嘎或者几嘎嘎都哇哇哇哇哦，米利波吉伊娜都哇哇哇哇，米利波古嘎嘎都哇哇哇哇哦，哥哥照顾小孩哦。那如果说我们前面再加一个达达玛阿奈哈，也就是说哥哥照顾小孩这件事啊，是很伟大的，读达达玛阿奈哈。所以这个达达玛就是说伟大的，像这边所写的哈，它其实是一个行为哈，达达玛阿奈。所以这边我们就看一下哈，他说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其实可以不用翻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理解它就好了，就是从这个估后面去看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行为要让它变成一个名词哈，就比利波你刚刚就哥哥照顾小孩的这件事哦，是伟大的，就是往前面去，就是指的就是前面的那个达萨玛阿奈这样的。好，我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解释哈。如果有问题，等下再问我。我先往下念哦。达萨玛阿奈过比拉西波你嘎嘎多哇哇哇哇。好，这个也是一样哈。因为 t r i p 的第一个子音是沙 D 嘛，所以比 t r i p 好，哥哥一直一样，这个是首音节重点啊。哥哥一直抚养小孩们这件事，这件行为很伟大。好，哥哥一直抚养小孩们很伟大。大概比较顺的中文大概是这样翻了哈。好，第三句，达达玛阿奈过比 t r i p liput-liput, no kakak tu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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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h. Tatamaan ko pi liput-liput no kakak tu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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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h. 好，一样哈，因为部分重叠嘛，所以变成那个嘎嘎变多数了哈，所以变成美味啊，两个以上啊。那事实上，通常我们讲就去重叠它的时候，其实是那种感觉是更多哦，更多的意思哦。不光只是两位哦，可能会更多，那种感觉是蛮多的。他的妈那个比提布提布诺嘎嘎杜哇哇哇，其实通常在我的理解啊，就是从这种嗯，就是说我们讲我们那个从小讲主语长大的这种语感啊，通常它是可能在某一种场合，其实那个哥哥是很多的哦，指所有在场的哥哥这样，都会用这种重叠词啊。就是这个部分重叠的方式去指称所有的哥哥，这样。好，最后一句哈，他的妈那个比他提布诺嘎嘎杜哇哇哇哇，他的妈那个比他提布诺嘎嘎杜哇哇哇哇。好，所以这个 PPT 的这个重点就是那个前缀 B， 好，从咪变 B， 刚刚是妈变嘎，这样可以对照一下啊。
这个，玛嘎咪比有没有？那但是呢，这边只是前缀而已哈，可以大概这样对照一下。好，那应该很好理解，所以我就请秀兰姐要不要来练习一下？秀兰姐在吗？啊，有点那个，讲好了吗？咪我妈可是 O M 都可以，咪啊妈 O M 都可以。啊，tatamanay ko pati kami no kakato saba. Tatamanay ko pi pati kami no kakato saba. Tatamanay ko pi pati kami no kakato saba. Tatamanay ko，好，这样就好了嘛啊。对了，我没有翻译。没关系，那个秀兰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词根是 digami， 这个是怎么翻呢？明信片哦。你啊，那是什么？ digami 啊，我们过来移民了。信啊，信哦，信啊，他直接是所用那个以什么 digami，他所以的那个音，他的音呢应该是那个什么日文的啦。对对对，我知道。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句？你可不可以讲一次你的第一句就好了。Tatamanay ko pi digami。no 对不对？你 gaga 刚刚不是吧？哥哥写给弟弟的信，写给弟弟的信是很重要的信，是吧？写重要的信。对。哦，哎，所以你们男士如果是写信，直接就是 mi digami 这样啊？对。哦，是哦。其实我们的是 patigami、mi digami、ma digami 没有 patigami。digami，它的词歌，它的那个的话是 patigami， 没有咪也没有巴，也没有咪也没有妈，没有妈 digami， 没有咪 digami 是 patigami。哎，像写信哦。如果我们那边哦，我们会有那个 dilis digami， 我们会这样子。patigami， 我们的直接讲那个 patigami 写一封信。mi dito digami kuna mo ha patigami sa niya 那 patigami 就是一封信。我们有分的比较细，就是如果是写信哈，写信而已哦，就是 mi dilis digami 这样。那个如果是要寄信的话，像那个书写这边就会写，如果我们要寄信啊，就会写那个 patigami， 然后如果要使用的话 patigami 跟过去sabaan， mi patigami 应该加一个咪，先加一个咪，对，mi patigami 这样子，我们会这样子。是因为我这题没有写，其实是临时写的。书前这边有写啊，对啊，书前写的就是这个。我们海岸习惯是这样弄，所以应该是 mi patigami 刚刚有讲到，也是一样，对不对？对。哦 ，OK。patigami 一样啊，看就是比 patigami， OK。所以那个我们的中文翻译哈，你看哦。Tasamaan ko pi patigami 应该是 pi patigami， 会不会是这样？因为咪变 b 嘛，对不对？所以 tasamaan ko pi patigami ni kakak no kakak do safa， 对，或者是do safa 这样，小弟弟跟你们，所以应该是 mi patigami， 好 mi patigami， 所以你变成第一个就是 mi patigami 啊，
第一个是巴迪嘎，等一下，我想一下哈。这样我的第一句是什么？米巴迪嘎米还是巴迪嘎米？比会变比巴迪嘎米，就是把咪变 b 啊，比巴迪嘎米，米巴迪嘎米，嘿，对对对对，这样子。然后第二句是一样啊，后面都一样的。巴比，比巴迪嘎米，巴迪嘎米，比巴迪嘎米，搞混了，比巴迪嘎米，对啊，是不是？比第二句哦，比巴迪嘎米哦，比巴迪嘎米哦，巴对迪嘎米对对对比爸爸哦，对对，比巴迪嘎米你嘎嘎努嘎嘎杜萨帕，因为我们因为要去做重叠嘛，要去做重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啊。就前一个是重叠了哦。对，首音节重叠，它就有一直持续那个动作这样子。那后面反正都一样，后面都一样。那就是比巴巴没有哦。反正咪变 b 就对了，然后你把词根就是用刚刚的3个方式嘛，那个首音节重叠，然后部分重叠，然后那个是那个混合重叠，就是首音节跟部分重叠把它弄在一起这样。对，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会觉得很怪，是因为那个巴迪嘎米本身就是构词，所以会觉得很奇怪。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字比较特别啦，除非你用那个比较单纯一点的词这样。好的，大概是这样。那我想接下来看看，请兰沃，你有没有例句可以练习？有吗？兰沃，你有例句可以练习吗？兰沃，你有听到声音吗？啊，嘛，听嘅呢度，其實都係得，係其實都係。Yamarurai ko di afufu ni akong tuwawa. Ya sakatusa. Yamarurai ko pi aafufu ni akong tuwawa. Sakatulo. Marurai ko pi afufu ni akong tuwawa. Yamarurai ko pi Yamurarau to kako。没有关系。阿夫妇，你的词根是阿夫妇嘛？係。然后你刚刚念完了哈？对，那个最后一个，那个不晓得从何着手。最后一个，我看一下哈。对。Marurai ko 一样，因为你是阿夫妇本身就是咪型的，所以 Marurai ko 比一样是啊，因为你的阿夫妇的那个子音是那个喉塞音啊，哒，所以 Marurai ko 比那个阿夫妇这样会变成这样子。哎，Marurai ko 比阿夫好，你看啊，我帮你构词哈。阿夫妇词根嘛哈，然后首音节重叠就是阿夫妇这样子哈。阿夫妇，然后第3个是部分重叠是阿夫
夫，我想一下哈。其实这个阿夫夫哈，它的重叠词我看一下，阿夫夫哎，我想一下，它的重叠词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哎。我想一下哦。夫，没错。哎，我想一下哈，因为这个好，阿夫夫，我把它写出来。我刚刚也一直在想说，这个怎么弄啊？好，可能念出来会这样，会跟我们所定出来的这个规则可能会有不一样哦。你看一下，你的词根是阿夫夫嘛，哈，阿夫夫，那这个它本身，这个阿夫夫本身就是单纯词，它不是构词，所以那如果首音节重叠的话，就是第二个阿夫夫这样子哈。所以在你的那个例句里面就会变成马鲁莱古比阿夫夫，变成这样的第二句哈，马鲁莱古比阿夫夫这样。那第三句呢，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们原本是说把那个阿夫夫重叠一次，然后把后面的子音去掉，对不对？可是这边它刚好最后一个音是母音，阿夫夫。我自己的语感是夫妇重叠，阿夫妇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跟这个跟我们刚所定的原则不一样啊，对不对？不一样。所以你看看第三个，我去掉的是那个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就是我跟我们那个 PPT 的不一样，对不对？那我这个再做确认一下，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语感是，应该是阿夫妇那为什么会跟我们这个会有那个冲突？这个我再跟你做确认哦。好，谢谢老师。那个苏贤有提醒我了，这是三音节重叠。那我们如果是用双音节重叠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啊。如果是三音节重叠的话，就要像我这样子哦。但是我们今天前面都讲双音节重叠两音节重叠。那原来它的问题是三音节重叠了，所以三音节重叠的话，可能跟三音节重叠跟双音节重叠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有一些小差别所以它的差别就会跟刚刚我们这边 PPT 的会有冲突，就是这样子好，那基本上我这边写的是是正确的阿夫阿夫这样子好，那这个我看看后面是不是可能会有提到这个三音节重叠的这个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因为时间也9点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蓝墨草，因为你今天第一次上你今天这样上还可以理解吗可以。对，不会很吃力的只是有一些要稍微记一下，有一些那个原则，就是文法也让他们你把法律专就是放在心里面要稍微记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了，秀兰姐，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可以吗？台尼在嗰邊nanam numita ni niara tataya to suara bangsa，係，阿拉星期，係，後尾睇下我咁好。
阿来先生，好，晚安。晚安。好，晚安。